屏东恒春半岛附近的海域最近是有规大阵的鱼缸龟仔伫咧海里游，吸引真侪畅水的游客去欣赏。不过嘛有人发现到当地渔船最近是有掠9吨外的鱼缸龟仔。专家就表示，这款鱼毋是保育类，不过嘛袂使掠甲伤济，所以建议政府爱公开资讯，嘛爱研究看敢有需要管制。真侪鱼缸龟仔正整齐向同一个方向伫游，那亲像风暴同款的景象，本来是敢国外才看会到。最近热天伫屏东恒春半岛即块咧，我哪看会到。纵观的画面，佮加鱼缸龟仔毋惊人，畅水的人真介意。不过鱼缸龟仔嘛是真正快，会当食的鱼仔之一。去那个定制网场嘛，说今天渔获比较多，说大概会有9到10吨的渔获。进港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，它也算是一种潜水的明星物种。渔民的话，当然进他们的网子不抓上来，好像有点奇怪。去遐吨几只船，详细看差不多拢是鱼缸龟仔。将面带车伊甲插城海口港的渔船用烟仔站掠差不多9吨鱼缸龟仔的相片放伫网络顶，引起网友对这个敢会掠伤济。专家提醒，目前是鱼缸龟仔大量出现的时阵，若是用网仔围猎嘛是爱小心的。这个季节本来就是牛港生为主，其实凡事有度就过犹不及。就像台湾的那个飞鱼，大家一直吃，本来以为都没什么，那个黑鳍飞鱼完全都看不到的，抓大放小，就是适量就好了。鱼缸龟仔上大尾有大人悬，2017年有钓虾人伫后壁湖钓走名青鱼缸龟仔鸭鱼引起争议。即马渔船大量围猎，佮互海产甲海洋文化上重要的争论。学者建议，鱼缸龟仔虽然毋是保育类，无掠的限制，不过渔业署会当公布掠量的资讯，为产量变化去观察是毋是需要管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